它是代表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，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之间的爱情，它代表了一个爱情。对，被天人菊围绕，庄丽珠娓娓说出父母的故事。母亲是苗栗的客家姑娘，在澎湖看到天人菊，直说漂亮。而动了心的澎湖青年以天人菊示爱，如愿留下美娇娘。爸爸就希望我妈妈能够好好留在澎湖，然后就把这个花挖下去，挖到家里面种在那个他窗边的田里面哈。他说我喜欢花嘛，没有办法，又怕我上晒太阳出去看花这样，我就坐在这边嘛。我说这样坐着在看花。花田早已被水泥覆盖，被邻居笑傻的那些景象，却仿佛还在眼前。父亲过世30年，妈妈还念念不忘那片花海。庄丽珠因此在住家窗台边走道旁种满了天人菊，和丈夫经营民宿时，也决定留住这个重要纪念。天人菊在我心中就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梦想，这样子。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爱情梦想啊，你有没有？对啊。天人菊让父亲的愿望实现，也开启了庄丽珠的追梦动力。喜欢画画的她，4年前勇敢拿起画笔，以天人菊为主题的画作，不止画出对父亲的思念，也成了民宿里美丽的点缀，还受到肯定，应邀展览。人生要及时做你想做的，现在不做，你以后都不会去做。所以画画这件事就是对，时间不会等你胸周秋一周啊，时间不等人，想做就去做。好，天人菊后来成了澎湖的县花，花语是团结，代表坚韧的生命力。但在这里更多了浪漫的注解。母亲和大家分享时总是那么开心，庄丽珠也满心欢喜。上课喽！时间唔会等你，上周秋去做。时间唔会等你，上周秋去做。谢谢钟怡老师。